一切的开端都是因为我在 Steam 上面看到了 RPG Maker。Steam 这个卖游戏的地方有卖 RPG Maker， 那显然 RPG Maker 也算是一种游戏吧，比游戏还刺激。所以我就在 Twitch 开台来好好玩一玩这个游戏。但是我除了吞完内建的基本教学之外，根本也没有什么准备，所以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这个游戏要往什么方向发展，我就直接开台等大家给我灵感。摆什么架子啊，臭箱子。好的，但是我的观众都非常优秀，给了我非常神的灵感。因为我台语好像蛮好的，是优越什么啊？臭箱子！我有蛮多观众台语也都蛮好的，所以我们知道台语有8个不同的声调，干脆就把 NPC 的名字取成阿辉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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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辉。没有阿慧，因为我就是阿慧。你以为 NPC 的名字一团乱就够了吗？不可能！为你介绍主角团的4位角色：纪明、机明、机病、纪兵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让角色的名字念起来都非常像，力求非常容易搞混。只要想讨论攻略或是讨论剧情，就会直接变成台语听力测验。这个游戏的名称甚至就叫做阿慧听力测验。我们还有一个 NPC 叫做龙井，他的仇人是龙井和龙井。对，你没听错，龙井跟龙井念起来一模一样。目前这个游戏只做到这边，你能做的就是打打怪、买买装备，然后再打更多怪。之后我会在有空的时候继续开台，把游戏往下做，加更多怪怪的东西进去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我加进去的东西，来看我的台，打在聊天室。然后我忘记说了，因为直播的时候我加进了这个宝箱怪，对，我本人就是个绿色宝箱怪，所以就有观众在聊天室问可不可以收编宝箱怪进入队伍。我本来说不行，但是现在可以了。这是这个游戏的彩蛋，你可以动动你冰雪聪明的脑袋瓜，依据你对橙火蛇的认识，可能就能想通怎么完成这个隐藏条件。如果你不够认识橙火蛇的话也没关系，来看我的台，订阅我，补之前的直播档。好，那这个游戏可以在哪里下载呢？在资讯栏就有连结了，或是如果你有加入我的 Discord 伺服器，那里也有一个专门的频道，除了下载游戏之外，也可以讨论攻略。耶，我讲完了，那就下次见。